台语字真趣味，像是翘姑，台语安尼写翘姑；华语的驼背，台语讲翘姑。学生囡仔册牌也排相同，行路翘姑翘姑，行路都爱停停，唔通翘姑动海，安尼看起来才笑着有精神。翘姑无共的地头，有无共的讲法。有人讲稳姑，有人讲硬姑，嘛有人讲束腰，也则是闪腰。阿嬷看查某孙总是稳固稳固，看真袂做理，都甲念讲查囡仔人竟安尼硬固硬固，真无代才。翘姑的翘，乌龟翘。台湾的传统美食乌龟翘，台语安尼写哦，乌龟翘。阿嬷做的乌龟翘，唔知有偌好食咧。阿爸甲阿叔到呾拢要思思念念。翘手翘，俗语讲手翘屈入无屈出。戈壁只会往内弯，不会往外弯，就是万事万项徛伫家己人这边，这是人的天性。翘弯弯翘翘，这个路弯弯翘翘，赛车就细字，卖当形容人的个性无正直。伊这个人弯弯翘翘，做人无坦白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翘姑实在真趣味。